后来气温来冲悬，夏季的传染病是杳杳少。台湾新冠病毒的疫情虽然有较平稳咯，但是个人的防护也是袂当来轻忽，因为天气愈来愈热咯，有真侪传染病都是伫咧热天咧大流行。以即摆4月到6月来讲，囡仔上会去喂着肠仔病毒，这个天气热，食物比较较歹保存，透过食食感染的细菌性的胃肠炎，这段时间嘛要真注意。早上该戴的口罩，现在也把它戴上哦。你的嘴暗呢？交叉说一说。你有洗手无？因为新型冠状病毒，囡仔的防护比平常时爱搁较用功咧。但是疫情无遐尼严重啊，敢有需要搁遐尼认真？常就是都是这样子，出去回来就是洗手。卫生的习惯平常时来养成，因为当病毒又过来哦。产病毒大概都从4月开始就慢慢增加，大概到6月是高峰。那当然有零星的个案，但是不多了。那这主要就是因为肠病毒的预防方式呢，跟武汉肺炎的预防是有一点类似。家己卫生的习惯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天气伤热，食的物件若是歹气所引起的细菌性的胃肠炎，毋是食洗手，还是挂喙暗，就会当预防哦。因为细菌在夏天繁殖比较快，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食物啦，放在室温之下容易腐败，吃下去呢就变成细菌性的肠胃，拉肚、拉血便呐、黏液便呐，那这个疫情有时候比那病毒性肠胃更厉害。如果若是得到细菌性的胃肠炎，通常要1礼拜才会好。虽然讲是袂流病尾，但是对红婴仔是讲老大人来讲，惊讲因会因为吐泉脱水，还是讲电解质无平衡，都有可能会出现亲像慢寐，就是丢节这款的情形，要特别注意。